AI 讲骗，不过 AI 用伫好用途嘛是真有路用。为着要服务更较侪国际旅客，交通部观光署按算要伫台北的松山机场和新北的亚柳游客中心，要设 AI 的智慧柜台。就算不是专业的翻译人员，嘛当透过 AI 来服务外国游客。目前卫星提供华语、英语、日语甲韩语4种语言，总共效果袂歹，嘛推广到其他风景区，那语言嘛对咧增加。日本料理，日本料理的话比较少。游客对麦克讲话，透明的客房另外一屏即时显示经过翻译的中文，柜台人员直接用中文回应，旅客就会当踮喺客房这边看到伊熟悉的文字。为着外国游客沟通无问题，观光署伫台北松山机场甲新北亚柳游客中心设置 AI 智慧柜台，提供即時的翻譯服務。やっぱり老人は小さい字だと見えません。薄い字でも見えません。And when I just arrived, then I don't have connection. So if I don't have connection, I can't use Google Translate. So if this is readily available, then that's very helpful. 旅客服務中心原本就有設外國話的服務人員。觀光署講，人多的時陣，唔是語言的專業人員，透過 AI 智慧櫃台，咪當隨時協助遊客。目前提供中英日韓4種語言，會大聲設置松山機場，是因為這邊的日韓遊客有較多。希望說未來也能開發東南亞語系的一個翻譯的一個 AI 系統，服務更多東南亞語系的一個國家的一個旅客。從明年開始，會正式發布西班牙、法語跟德語。那為了就是歐洲跟亞洲的這個溝通。觀光署表示，未來所屬的13個國家風景區，攏陸續評估設置，希望外國遊客來台灣佚佗順利無障礙。AI 智慧櫃台是由台灣的廠商開發，顯示台灣的科技實力。會採用透明客房設計，上大顯示為着要防疫，佫會使予對話雙方小見面1.2個，比較一般機器的翻譯，加一份人情味。記者綜合報道。